中秋节除了烘肉、食火锅，随着时代变化，愈来愈多人注重健康，因此文南里就举办健行活动，号召里民出门行行的。今仔日呢，有差不多迄个400个左右，会当大家出来行路、出来运动。行的所在就是咱文南里咱的办公处中南街车，行去金华路，金华路行去建国路，建国路即马咱市政府呢开发一个绿洲公园，遐迄个占地2甲半，开3000几万，已经完成啊，互咱里民呢会当去行到咱的文南里一个新的公园。就诚如刚才那个里长所说的，我们有一个健康绿洲公园，还有未来即将发包的文南里活动中心，还有我们里内的一些建设。我想这样的一个庆祝中秋节是别开生面，也非常有意义。这场健行活动会当讲是非常的有意义。立委陈廷辉、台南市议员蔡小辉、林美燕、周丽珍以及立委参选人王家珍，拢纷纷到场肯定。伫咱中秋节用一个上健康的方式，带大家做伙健行，实在咱所有周边的环境，会当用上健康来庆祝咱的中秋佳节。咱的里长是第一名的里长吼。会当讲吼，伫咱的社区甲里拢扮演非常好的角色，互咱的里甲社区会当带动上好的活动吼，也有好建设，也有好活动，这是上赞的，咱的幸福。活动也结合政令宣导，除了反毒反诈骗以外，最近上严重的就是天狗日，区长也教场呼吁大家爱做好巡岛清刷，落实防治工作。那现在我们的重点在于那个房子前面的那个天沟跟屋后沟，还有防火巷。那防火巷的部分呢，拜托各位如果有不需要的东西尽量不要堆积，因为容易产生滋生源。那未来如果说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贴单的动作。透过活动，除了让里民知影里内大小事，同时让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阵，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团圆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